喺傳統嘅新年音樂會上，佢嘅指揮棒曾經引領過世界上最頂尖嘅樂團，倫敦、薩爾斯堡、紐約、芝加哥，甚至維也納愛樂樂團。但里卡爾多穆蒂仲有一場非常特別嘅音樂會要指揮，就係米蘭歌劇院監獄音樂會。對我嚟講，今次體驗係一次非凡嘅驚喜。當然啦，我接受邀請嚟到呢度為歌劇院監獄嘅囚犯演奏音樂，但我估唔到會感受到呢度獄警咁溫暖嘅氛圍。呢啲樂器對佢哋嚟講或者有啲唔尋常，佢哋係有一種非常特殊嘅木材製成㗎，嚟自蘭佩杜薩島嘅沉船，而負責製作呢啲樂器㗎係參與監獄牧靈計劃嘅囚犯。呢啲樂器係熱愛小提琴製作嘅囚犯們嘅心血結晶，有啲已經喺蘭佩杜薩島上面使用過。當時我哋喺嗰度舉辦咗友誼音樂會，索利馬作為大提琴手參與其中。佢使用嘅其中一件樂器，正係用嗰啲試圖載住人駛向救贖同民主嘅船隻上面損毀嘅木材製成嘅。喺音樂會上，穆蒂指揮咗海魯比尼管弦樂團，觀眾席中亦都有一個由囚犯同義工組成嘅合唱團。呢項活動由精神與藝術之家基金會發起，呢個基金會致力於將人嘅尊嚴置於藝術嘅核心。